张先生，你要是想为解开这条生死结，你呀、就到头前嘅坟头一杆遍地，你才会呀！哎呀，鬼太公，鬼太公，真见系来来去去一尘烟，无牵无挂，人心思焉。会呀，夫君啊！奇怪呀，这风高野外，乃会传来妇人啼叫之声呢？不如太我亲上看来呀！夫君啊！他里边不偷风景秀才艳，吞头爬山，风土泪连连。夫君父为是爱，母亲意把心甜，鸟爱爱呀中，苦真难眠。夫君，自你走后，已经有半载，我家也心疏思念，只不过两生好福不待，相好是谁？出你又伤心头，一娘娘心，一次爱你两生啊！可呀！哎呀，因为旁边有了一位小娘子，手拿草伞，拍灯盘头，所谓何来呀？不如带我向前问了一番。小娘子，小娘子，你莫要惊怕，我会是坏人，只是看到你对此盘头，手拿草伞，拍灯黄土，不知所谓何言呢？可呀！你有何难言之隐，讲出来，莫听错，
我做得出你一臂之力啦。多谢先生的名义，我家有心事，只讲先生也无能为力呀。哦，嘅也冇听错吧？啊，请问小娘子，你阿盘中所中嘅是何人呢？因为拍了盘头不动土啊！夫妻呀，泪呀眼，婚姻啊，用我那一龙啊，中啊妙啊，大雁啊公啊，改家那命啊情，求娘啊保我啊，爱定那婚啊头啊，寸土啊高啊。哦，原来你拍此盘头，只为改家吗？生气，哈？跟你哋既然是恩爱夫妻，你又为何决定爱改家呢？难道就唔将本人讲闲话吗？先生，这话你就讲错了。这三更五常，是你男人的口头禅，是你糊涂人家，你要这个长春年华，再讲讲人生岁月苦啊！哎呀，那个小五子讲话完全就唔依家，不停留过去，不撒梦未来，重心已动下。既然心意已决，我不免出其一臂之力，完成这个心愿呐。小娘子，不如今年所将人嘅初生一用，本来呀来推你添拍几下呢？哦，我家的俩拍盘已经有8年的时间，寸土就未曾改变，先生真竟如此不良。你就采了一旁观看吧。种种天把天困弄，啥事不在呀？树已浓，不应提用钱，转那盘头，后土。
来，请你看来。哈哈，狗爷全部去糟蹋嘞，真是挺好嘞。今日之后就不是等你到地里啊拍盆，一次多请欣赏，我家里也有一袋精彩老模样的伞，就顺本欣赏吧。金财，你就收回吧。俩基山呢，种主爱就两书做纪念咯。一次多请欣赏，我家告别了。什么欣赏来相助，梦远悲永不休。今天不散，同归宿。不散烟已随我飘。多请欣赏，多请欣赏。多请欣赏。多请欣赏。天下间，既然有安样的儿子，真经令人难忘啊！太爱准备家中，将把这件事情讲给我自己的呀！这件情爱人看透，为求伤心你看笑，俗生怪事也难免。莫困迷途，莫困迷途，快回头。弟子天神苏孔凤，定太夫君真家堂。妾身天师，假以宗族为妻。可惜夫君才华贵色，看破用法，好学老子喜贤之徒。前几年写来了一封的书信，说托夫君记，此去7年里，即将回家来。算一算，你哋一差唔多咧，我哋夫君回转家中来么？盼望夫君早已归，怎样不当有心意？归家是公不怕困，是他。几夜一阵。
去开门。门外是何人？是义父庄主回来了。这可是我的夫君回来了。当然是义父君回来了。请问你是何人？我是子秀啊。哦，你就是钟子秀。不错，钟子秀。是俺的夫君回来了，哈，又好嘞，夫君。为此，让想念到你，你就回来了。夫人，夫君，请坐。通错。夫君来，请喝茶。多谢夫人。夫君，你为何叹气呀？言那个不提诉言家那相妻何事有你讲你也岐山的呀？佢呀，还当真有一个稀奇的故事哦。今日姐姐讲来不爱谈。你呀，喺我哋进来家中嘅半途之间，都在逢高野外，看到一个富人家拿定慈善。对等盘头，用力嘅拍。这件事情还真神奇，不过伊为嘛该会拍粉呢？一开始，我呢也百思不解，唔知系为了乜解，就向前问他小娘子，你俩盘中所种嘅是何人啊？今日要为乜解得俩拍盘呢？这件是用办讲嘅啊？既然他嘅盘中所创嘅系假嘅娼妇，记到生前系一对恩爱嘅夫妻，娼妇临终之时要来交代，要是既爱改嫁，必须要等到叛徒全遭为止。哦，原来佢终于拍盘，系能得终于改嫁么？真系呀！翠，天下之间，既然爱用夫妻之礼之事啊，人哋夫人家嘅面子哦，全部就不给瞎抢抢嘞。虽然
两个小娘子算将无情，但是呢，拖也7年谈判，故说我呀就听说老记将把叛徒拍走了。喏，俩其山呢啊，就是其真相本爱做纪念界。哦，原来亚基山呢，就是其送本而嘅哦。这样事啊，我那喺地家嘅旁边哦，我一听啊，我妈妈有个小妇人，搞其一个妇人之托。夫人呐，我心中来暗自心哟，这年何时来种啊是我受不得，我种主要走一年为夫妻解产那台上。夫人啊，你就唔好怪佢，走外看么？天下见嘅五子，差唔多都安样啦。夫君啊，你此话就差了，唔好啊，老人看做一百用，唔好来看人么。就算爱天子啊，也系有几分嘅志气呀，夫君啊。不是来一提忙，千秋烈雨不经来一扶楼，莫当黑三载也5年，就算一生一世爱也动人不用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唔好讲太话。对。爱讲嘛个睇法？爱用双峰派出的东西，爱其好用啊！也坏东西、烂东西，我会将其变黑。